古纸伫台湾是一项真时尚的工艺，无论是宗教仪式，也是伫婚丧喜庆的场合，拢总看会到。社会中看会出古纸的，咱做就天坛外口就有遮个天公的护驾神。普渡也有普渡山，有大师爷，有翰林所，有南洞武术，有水灯，迄种古纸。若音乐部分就看到婚厝、纸厝。金童玉女改运的改运纸，这拢是古纸。古纸的技术，伫个300-400当前，就对中国的移民迁徙来到台湾。随着时代变化，这款原底是台湾人生活当中一部分的古纸，即马煞愈来愈少人会记得。利用竹米仔，也是沿线拔出一个形，外口再搁一沿一沿铺纸起嚟。这听起来是真简单，不过若要做是真了时搁了工，做的人嫌麻烦，要爱的人嘛嫌了时间，所以这款真有台湾代表性的工艺，就愈来愈好地看到啊。到底古纸的工艺伫台湾的文化当中是有啥物款的地位？是安怎做好的古纸艺品，竟然用手去卡嘛拢卡袂歹？今仔日，咱就做伙来了解古纸的奥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我细汉的时阵吼，常常去看庙会，人到人迄个做石场的时阵哦，看到迄个真济大仙的神尊是纸糊的，徛伫迄庙的门骹口，我完全唔知是啥物神明。那行到迄个做石的边仔迄个普渡场的时阵，就看到一尊大大尊面红红。头壳顶呢，搁一尊观世音菩萨的顶头，落尾才知影讲，这就是招面大师，叫做是鬼王。也讲到这非常优秀、非常精致这个作品呢，落尾是拢爱化掉，互因对着神明来离开这个世间。也究竟款纸糊这样艺术品呢，是安怎来做、安怎来诞生？究竟是啥物人伫遐甲伊注心伫咧传承呢？今日邀请到两位内行人来到现场，要甲开讲。头一位就是伫咧2019年得到台南市政府重视的工艺技术保存者，咱的吴文吉吴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嘉豪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要邀请的就是对着咱的吴老师做伙伫咧学这个古纸工艺，陈正宏陈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老师你好吼，嘛是咱的吴道长你好吼。一开始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吼，像阮到英国啊，巷仔口英国嘛一间古纸店，古纸店吼，伊大部分拢是古迄个纸厝较济。阮经过时，阮妈妈讲你别当看，目睭爱挖过去别当看。就是讲吼，其实咱台湾人吼，对这纸厝吼，可能伊是因的啦，有小可较禁忌。为什么老师你请开始会想要来学这古纸这工艺咧？因为我的母舅吼，就是咱台南市台南嘛，诶，古纸大师，嘛是大法师，所以我自细汉吼，拢去阿舅因兜，看伊厝吼雕足侪刀炮，过足侪神器，哇，足重要，所以嘛足崇拜。所以阿舅讲，文静你高中毕业，来跟我来做道长，古纸，所以我16岁。就跟阮阿舅就拜为师。对吼，去甲阿舅来，这是你的二舅对吧？二舅哦，人讲吼，这个月生食阿舅，袂输食豆腐，安尼月生，无舅要食月生，袂输这食铁钉啦。所以呢，伊请做你的老师吼，来甲你传授这个古纸的技艺当中吼，你甲伊学敢有学到这勤课的？其实，在咧做当中吼，我会使5点起床，做到半暝啊，12点。阮二舅讲爱困就去困，因为佢囡拢去困啊，爱困就去困。即摆大家听来要困，哇欢喜啊，大家拢去困啊。我的观念嘛，老师还袂困，学生袂使困，这是我的想法。因我心内想，遮足侪工艺拢还袂做完成啊，物件还袂够啊，抑佫足侪功夫还袂学着啊。伊毋是叫你去困，若叫你困，就是无互你学。伊讲爱困去困。所以我会选择陪阿舅，所以我的竞争当中爱5弦机。所以你较巧，你头
我较戆啦。你较巧你头学啦，呀吼，当然啦，就是讲。任何人来学，唔是讲任何人拢学这了，伊拢会当讲出叫就讲出头啦。当然就是老师，你今仔有成就嘛，是你愿意去拍拼付出啦。当然，才会当有遮尔济好的优秀作品出现。啊，当然今仔邀请来到现场吼，道长，阮就是要甲你学这宝贝出来啊吼，是望请老师甲咱一介绍讲，比如讲这个古纸这个过程当中啊，伊需要用到这个鸡丝头啊，有偌济物件。哦，这鸡丝头啊，像这是人讲的，阮咧挂纸的啊，破米啊的，啊修剪啊，啊这果地，你望看果地，迄是咧积花。哦，积花。啊这毋是，这是重的讲台吼，若无病要安怎？讲纸吼，毋是讲迄哦，啊这夹刀，啊这鼓啊，啊这文公车内底有丁兰文公。啊这较特别，这是咱咧泡茶哦，茶桶。啊这茶叶啊，这就变化的工具。过来就是讲。一个纸链钉经过时代变化，啊，用纸用纸链钉，爱拔出一个作品，需要这个工具。碟米啊破开，咱爱用纸链钉。你啊纸链钉，咱若像要造型，所以这好野的当归壳是安尼拔开，啊拔开了，咱爱用纸链钉。哦，哦，啊，你老师纸链钉免哪练？我来教你练。哎呀，你教我，今仔你来，我一定要甲你偷学的啊。这光明正大学来，教学一条。郑龙老师一条。来，伊纸链钉哦，还佫有一个美角，像这较宽，这较矮，较快的吼。练起较粗。对哦，伊教学的智慧才强。唔通个安尼，得安尼。对啊。哦。这头先练的，啊，这头老的，这头老的，啊，这手练了，会对球的，有往上跑无？安尼我明仔载去找你学啊。你真的出师啊？安尼是纸链钉，安尼有简单无？所以古早来讲，佮烧纸链钉练。烧纸链钉就是用咧，所以讲会烧到无卡门哦，就是安尼，安尼，你啊烧伊会叮当，安尼会更较实底，纸链钉就是安尼来。老师你当喜欢讲迄个拔的时阵，你爱安怎拔无？其实会叫弹纸链钉啦，会叫拔纸链钉啊，弹物件嘛，你若拔吼。拔就是棒嘛吼，那拍架就叫拔，咱这么弹吼，你要看你要用长的用短，看你的部位啊吼，所以这叫弹纸链钉，伊上弹的，老师请教你一个问题，你拄仔你要家弹起嚟的时阵吼，你有甲迄个碟米啊小可安尼。一节小可压落翘的时阵啊，就是讲，除了用手压以外，恁敢会比如讲用火下有开弯翘还是安那？用火下是有哪一个古法？对。啊，这用火吼，你要用火下，有当时啊，离迄个所在纸胶火吼不用啊，有当时啊会危险，所以到尾我有另外一种用钢线，用钢线，像安尼拔开，伊就你若告诉你这要做啥物作品，这要做一只鱼仔嘛会使，所以这在咱的千变万化，看要做啥物，这个弹纸链钉，安尼伊就固定啊。所以我嘛古早人的智慧是强。呀，你想要继续请教老师吼，就讲吼，这个古纸技艺吼，你深开始学，毕竟你是甲阿舅开始学嘛。你记得你印象当中啊，这学这古纸吼，你认为上困难、上较重要美角伫倒位？上困难应该是骨架。骨架。像咱人要成长，从母胎开始，人要成长无遐简单的。所以你骨架你若做好，骨架你若保好，伊的造型绝对会较杰出。所以基础就是骨架，骨架就是做人的基础。这是上重要，就是骨架，迄叫定向。所以咱细汉的时阵就爱立向。你是认真要做啥物，要对社会有啥物贡献，细汉就爱立向。
对，因为我知影所有的迄个做师傅人吼，上吊比讲雕新尊呢，上一开始就是初批就定伊未来的型，吼，啊要做银幕拍板啊，就知影讲这无啊大细定做，其实是拍板啊是对师傅人来讲，开上侪时间嘛是上困难的吼。啊当然啊，这部分嘛是我相信讲要来问咱正红啊吼，就是你深开始学的时阵，拄啊老师讲的迄个上困难的，你本身是学啥物啊？本身是学画图的，画图的传统画图。传统的画图就对啊吼。安尼迄个画图，伊甲即款就是讲为咱画图，这是平面的，要转变到这个立体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认为你困难的是伫倒位啊？因为咱画平面的时阵，较好把握，按过你会向变立体，你会向无法度去掌握住你迄个，你要互伊一个形体出来，而且你绑迄个纸顶做歹绑的，你会感觉做痛苦，毋过嘛是爱一起去甲训练家己，互伊物件当完成出来。安尼所以你踮咧这个过程当中，你甲老师学偌久啊？应该要当我，要甲2当啊。我见人讲3年4个月才有机会出师，你还佫真磨咧吼。当然啦，就是讲，你在你个过程当中啊。你有感觉讲，迄个技巧，还是讲眉角角，你有认为讲，体会到讲，其实迄个白纸伊有啥物眉角，你已经家己画出来个？有，目前有感觉有较顺手啊。嘛会当抓着老师伊教阮教的迄个方式，慢慢啊一步一步安尼甲捏开。对。当然啦，就是讲要请教到咱的吴道长吼，就是讲吼，你深开始迄学吼，一定是即马有老师甲学生教，即马讲我演过行过的路，我无希望你佫行过一摆，所以老师会咱教你真侪迄款较简性，就是咱。行较短的路，毋是行短的路，是行较短的路啦吼。听讲老师你英国拢偷做笔记的无？咱来分享这本5年过啊咧。这本35年啊咧。35年。鱼的啦，几几年嘛吼。这本等于这是古早厝吼的寸尺。所以上困难的吼，也要做，也要记。你即摆为什么我爱人中昼时啊吼？咧困的时候吼，我爱家己寸尺要紧了，这拍箍嘛，这块就是这块的箍嘛，你无要紧量海拍破去，你无法度寸入去内底量这个寸尺啊，你这寸尺无量哎，所以我迄阵我这家己拢有啥交表演讲，所以这个部分这笔记吼，等于老师永远拢是带伫咱的身边，所以笔记是非常重要的。对。安尼讲到这个寸尺，我有一个问题请教老师吼，是讲咱台湾民间吼，真侪迄款啊，比如讲神明的物件吼，拢爱有红字。对。这就是讲，这寸尺就是遵照迄个红字落去做的。咱讲的吼，有分阴阳，阳的一定爱用文公，像这好呀，这个是要有文公，迄拢好字。阴爱用丁兰，咱讲的大格叫细格，还有文公尺、丁兰尺，对。对，所以其实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特别是款宗教物件，伊就较注重这个部分，对啊。也讲到吼，咱老师吼，在咧做这古早这个过程当中，即马有这个学生来开学，不过吼，老师学这个过程真侪点点滴滴，挺好甲咱分享。咱先休困一下，较等下听老师继续来讲。讲到咱台湾的传统工艺，会当讲真侪，而且真侪迄款传统工艺时间的宗教作品是有真大牵连。像我英国啊看庙会时阵，去到迄个台南看西港仔乡，看到迄个礼仪，讲感觉足古锥的，想要买一尊当去收藏吼。今仔日咱的吴老师来到现场，想要来请教吴老师吼。老师，你咧做这古早这个过程当中哦，你捌碰过着迄个人客的要求无？就是讲，咱总是咱做这就是出来希望讲会当趁寡钱维持生活。当然啦，面对着人客要求的时阵吼，你敢有印象当中较特殊迄款人客要求无？真正有吼。我咧拄着有若是西港的代志，西港桥吼，迄一段时间吼，真无平静。定车祸啊，
啊，有人落水啊，所以西港庆安宫千岁爷交代，爱制刷，制刷西港桥。啊，文良法师接到这任务，我迄前辈来找文人，你爱给我做一组七叶八啊，五红刷。啊，这摆讲文良师吼会使，也毋过我有一个要求，做完毕爱甲发给，袂得留咧尊用。因为迄阵的咧做的当中，真正鬼神，真的，甲真会去高咧配，所以那是无形界的，你不要制刷，所以一定要有加番油番水来甲遐扫动描分，所以这是一个出特别的，还有那拢发给啦，红刷嘛拢发给啦。所以迄个时阵有做七叶八叶古纸的新村伫遐对啊。哦，所以迄就是算是你做过迄较特殊的一款作品了对啊。袂当留的。袂当留的作品了对啊吼。呀，安尼一般会当留的作品，大概拢是啥物款的作品？像正我甲变你后壁迄个是啊。哦，就是比如讲，迄是狮，迄是咪狮？哦，迄是狮，啊，个边仔亲像迄李希讲，迄个算是较正派用的迄款，就是内当就是留喺厝看水就对啊。哦，安尼我想要搁请教一个问题吼，就讲老师你搞这纸厝吼，搞这灵厝吼，你捌等过迄个人去甲你要求讲，我这纸厝足特别的，比如讲哦，我要起3层楼啊，讲我要起3合院的，还是讲我头前要喷水池的，敢有等着这款的要求？有，嘿，因是5楼的洋楼。5楼的洋楼，要照因的厝的模样，包括电梯，包括所有的布局，照因兜过，这有困难无？困难，迄变建筑师啊咧。结果我也做起来完毕，因规家伙啊，甲阮阿舅讲，迄阵我还搁食这会，伊讲哇，你这个学生哦，阮做甲感谢，阮老母做欢喜，因为甲宝贝抱了3杯。所以这我感觉这真特别。对。安尼我请教老师就是讲吼，这纸厝吼就是讲因为我毋捌往过，我毋知，我嘛毋捌住过这款厝，甚至讲吼，这纸厝搞起来时候，咱敢人看到这个外口的外观尔，像这张相片就是老师你的作品嘛，对无讲，就是讲这个纸厝，咱就是我是讲，伊是当然是一个细细角角的物件，但是伊这细细角角的内面。敢真正比如讲有架间啦，有啥物面层啊，像对啊讲的什么楼梯啊，啥物。你也像讲这吼，这叫五经，搞表完讲五经，啊这正八节，啊这是中经，就正厅，啊大平厅，小平厅，这是3经，啊这五经头，这边的厨房，这五经。嘛是5经尾，5经头、5经尾这边的厕所，所以内底拢有隔间，内底嘛有密度，内底嘛有卫浴，内底嘛有厨房，真正拢有诶。所以安尼我请教一个问题吼，就是讲比如讲厨房煮食的所在，内面感觉放什么盐啊、米啊，啥就是？迄都无啊，迄都无啊，迄去伊家己买。伊家己买的对啊，所以就是照这个形体，就是讲。那当然啦，这个厝就是要互这个往生者以后伊要大的，对不？是不是要互伊大？其实大家爱了解，伊毋是纸厝，伊叫做灵厝。灵厝，所以为什么讲这比率人安住的了，是伊的灵咧住。为什么爱住灵厝？为讲爱去先锋极乐世界，爱先去遐报道。所以你灵厝是你去遐报道。一个歇脚的所在，等你遐完满了，迄个厝就完满了。所以这个是伊暂时住的。当然。暂时住的。因为安尼，既然伊是暂时住的吼，这是表示讲，咱用世间这子孙对这个往生者一个孝心啦，对啊。因为安尼，我问一个较歹势的问题啦，吼，道长就是讲，你真做一个家己会当做这灵厝的人，你敢有想讲？你以后100岁年老了后，你要住一间外高级的迄个灵厝。外高级唔敢讲啊。我有一个倒叙法，叫做我已经圆满啦。所以要来到这边进前吼，要正真一暗吼，梦去，
忘记我已经圆满啦。啊，不过我已经我甲我的分身拢顾好啊。我的分身的型，我嘛会当甲你讲，拢是土纸。土纸。啊，不过伊是穿刀袍的。刀袍的。啊有戴金冠的。伊是道顶。啊，我的，迄毋是灵厝。因为我有一位嘛。太上正的明威敬禄天机富华phong教先款，伫北极区兼雷霆新武术微神5大德，我地府有名。啊，天顶有名。地府有位。啊，天顶有位。有职有位。所以我遐个所在，毋是一般遮的灵厝。所以我的做法，我会甲我袂讲我要大，我会做文资处收。啊，毋过有一天，我若圆满功德叫做百岁年后，迄间是属于我的，爱烧互我。啊，我会到时我的厝，恁就会当看到。对，因为我知影讲吼，其实道长甲咱一般的一般民众是无共款的，伫咧生命礼仪当中又较特殊，因为毕竟道长是有甲天公就是召集过嘛，所以其实你在天庭当中，你一定算是有一个职位、一个官位伫遐。啊，你搁要来请教就是道长，就是讲吼，时代伫咧变迁吼，因过吼，比如讲咱要出遮的。讲竹仔啦，吼，比如讲，这竹仔是通常是用什么款的竹仔来去做会较好，还是讲即马时代伫咧变成了，你要找这块材料无遐好找啊？你若讲个竹吼，咱南部、北部各有分哦。这叫长枝啊。啊那北部拢用桂竹。啊长枝啊吼，伊的丝较宽。丝较宽。啊较润丝。啊桂竹较脆。啊毋过较硬。较硬哦。啊，所以这物件的厝愈来愈少，含土纸这嘛，自己人来做。所以物件虽然嘛爱随着时代变迁，咱嘛爱做一个改变。对。遐安尼，我今仔日看到讲吼，遮个有迄个黄色的这个纸，会当请道长甲咱介绍讲，这个纸伊是啥物纸质无？这种叫做土纸。土纸是有那竹啊吼，咱这竹啊。伊嘛是竹仔纸做的，伊会经过因的做法，先甲竹仔的纤维浸好软，啊因会经过机械，啊嘛是手工啊因会做过涂纸，啊因用规卷，到尾还裁好一刀一刀，伊嘛是竹仔的纤维，是竹仔的纤维。对。因为我再请教老师吼，就是讲咱做这就是讲，比如讲搞这。纸神明吼，比如讲讲金甲神啊，讲朱衣公啊，山神土地啊，即个伊迄纸迄个形体外形啊，伊穿的迄个衫的迄个袍，即敢有规定啊？有，嘿，伊包括你啊像金甲，嘿，为什么叫做金甲神？伊到底金黄色的纸，金黄色的布，所以叫金甲神。朱衣公，伊顶原有7彩冠，啊伊朱衣公。伊就是要土地公佫无共，所以这种包括放着高温4万岁，伊嘛有无共的面、无共的衫。遐安尼伊迄个比例寸步啊，还是讲伊迄个身管啊，伊敢有制定？比如讲伊坐徛，伊的徛是固定是。徛什么款的徛，还是讲伊的造型是摕什么法器？迄个蒙有制定规定的。有制定。制定的对啊吼。你包括摆位置拢有固定。摆的迄个伫咧教场内面摆位置是固定的对啊。南部嘛有分啦。咱南部叫做朱衣金甲嘛，放着高温嘛，4万岁4大神嘛。啊北部的是温坑马吊。佫无共，无共款的对啊，所以就是南北部其实伊在这个教场伊护法神的是无共款的对啊。安尼我纯粹过来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在这个教场内面啊，伊敢有迄种规模较大较细，比如讲护法神基本爱嘛，因为是咧教场伊爱做护法嘛。啊，敢有迄款就是讲教场伊，我有看讲有诶个做迄个雷公殿庙，啊，佫有山神土地，啊，就是讲山神土地敢一定爱，雷公殿庙敢一定爱。若到5条，到5条一定要10徛。10徛。注意金甲放着高温，五处方便雷公殿庙就10徛。若有社土就挂山神土地都12徛。咱本身多年来就佫加1徛。大师徛青西。观音大师徛青西。普渡公。
普渡普渡公听车西，嘿，哦，我过13徛，13徛就对啊吼。因为安尼像普渡公啊，就是讲有人是招面大师啊，叫做鬼王就对啊啦吼。因为安尼这个过这个招面大师啊，伊讲有啥物禁忌无？其实招面大师吼，伊上重要是伊的业公子，对，伊个火焰，对，为什么观音化大师？因为大师爷伊是鬼王嘛，古早讲较济咸口，伊就是规个内底拢火嘛，所以等到这个火焰伫拢食完毕，伊较甲伊盐口甲伊火退掉，所以上大的禁忌就是迄个火纸，伊的敬包，所以做大师的时阵袂使黑白讲话，这是尊敬。袂使黑白讲话了，对吼。因为毕竟就是讲老师你这做遐个神明啊，就是讲，因为毕竟神明就是咱用纸的形体来代表伊，在伊咧古的这个面面角角，比如讲演五官啦、耳啊啦，这有敢有需要？比如讲耳啊爱家健康，耳啊爱拍通，敢有这款的要求？那招面鬼王吼，多打伊会有挂耳膏，有挂耳膏，啊个你若注意看。风调雨顺，有那挂耳膏。就是迄个，就是风调雨顺4月好发生。伊有挂耳膏。对。所以话阮佛教，道教，你注意看伊门神，风调雨顺的，这应该是佛教的，也有挂耳膏。对。安尼我想要再请教老师哦，就讲这古早这作品啊，就是讲拄则好发现南北的这个差别啦。要若这个古早的工艺这个技法吼，老师你即马法度一看就知影讲这就是北部的迄个风格，甲恁南部的无共款。我看会出，你看会出。因为我北部有一个足尊敬的李清英大师吼，我迄对我真正影响最大。伊的家道会不得了。所以遗迹。伊的家道花，伊的迄个神客，非常的大方，伊的意志，包括伊的家道花，有够有够有，这就是李清英的。我是较嘛，不过我有我的符号，我有我的密码，所以我的物件就精实、清雅、精实、传承，这是我另外3个一个层面。对，讲到咱台湾的传统文化内面啊，咱拄则讲到，伫我的生活当中就捌看见古纸，不过这个古纸店已经消失啦，已经收起来。究竟什么款的原因，致使到咱会当看到这个古纸文化生活当中愈来愈少咧？咱先休困一下，下听继续来讲。年岁也未到60的师傅吴文进，做古纸煞已经伫个半世纪啊，是台湾即马真少数还会晓做古纸的师傅。嘛，伫咧2019年，互台南市政府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古纸的保存者。除了古纸以外，吴文进嘛是一个道教的法师。伊讲，伫咧台湾，古纸就常常甲宗教仪式绑做伙，所以要做一个古纸的师傅，就要捌法师、捌宗教仪式，一寡甲台湾人日常生活相关的代志，安尼古纸才做会好。做宗教的物件吼，其实毋是做人看尔，爱做神看，天地有共，爱谨慎搁谨慎。吴文进的古纸作品，除了咱常常伫咧宗教仪式当中会看到的神像、春牛，阁有丧事会用到的金童玉女、灵厝以外，其实伊嘛会利用古纸的技术来做一寡甲传统无共的艺术品。我要行入去社会，把这个工法拢甲找到倒来，用这个工法来做艺术品。这个物件。伊工艺袂无去，大家耍艺术，阁会甲传统保留，行向国际，迄是我的心愿。其实吼，像我拄则讲到，阮细汉的时阵，阮兜附近嘛有这个古纸店嘛，落尾真正是后来一段时间了，就是消失去啊。我想要请教就是咱的道长就是讲，自你细汉的时阵，迄个古纸这个行业伊兴的时阵是外兴。
兴的时阵吼，我有个记录，一年5个新客，100几尊，一年100几尊，100几尊，5个旧式厝，头仔看还翘一个，100几顶，老仔厝吼，洋楼啊，200-300顶，200-300顶，啊，做一个翰林所，佛祖山，南洞女色，迄不计其数，不计其数，因为做一颗就是爱用的，足多啊，普渡，啊，普渡讲一个7月的普渡讲要到60尊，哦，我的部分啊，别人免讲，所以这有够狠的。要来住即嘛，比如讲这几年好啦，因为这几年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这个量吼，伊差是有差偌济。因为普渡的部分吼，可能大家较慎重啦。我了解是普渡话无爱互亲戚，啊，不过嘛有普渡，嘛有个普渡讲，啊，不过一寡丧葬的就等于政府有规定嘛，啊，所以就拢最简单的就stop啊，所以含高纸厝的机会，嘛毋是讲无啦，就变紧嘛，人家5日，然后7日，啊，所以你要应付迄较精致的、较幼路的，那是无可能。对，安尼我就煞落去问吼，因为拄则老师讲了，因为即马咱人过往处理的方式无亲像英过吼，比如讲哦，真侪人讲伊爱做几工做一届巡啊，做一届法事吼，就是讲英国人对这丧葬时间伊会拖较长。啊，即马拢足干少的，啊讲看有一个日仔咧，当啊准备就是会当出去啊吼，啊所以即马亲像阮阿公阿嬷吼，因过往的时阵，我就是从来毋捌看过有一款烧灵厝，应该是讲传统式的一款灵厝是无，但是有一款简单式的灵厝。迄简单式就敢若讲，总医师甲你摕来吼，啊用一个敢若是迄款建设公司要看迄个预售屋迄个模型迄款厝吼，就是安尼起伫遐安尼吼，安尼洋楼啊，感觉上纸凹凹的共款啦。啊，当然我相信讲，迄内面一定无计经啦，吼，就是敢若讲有一个意象一个纸形尔吼。呀，安尼老师你是安怎来看讲即款？现代款社会安尼的演变啊！不过我嘛爱替你讲者，就是讲其实话内底伊嘛有结晶啊，所以我是感觉若以我的感触，这叫做风俗，这叫变化，时势变迁，唔是因要简化，因为无提供化纸厝的所在，所以咱地阁梁先生伊的纸厝遐大间来南部化，所以我了解北部一边二边。伊就遐大坑尔，所以会当遐大顶尔，大顶的都无法度。所以这就叫做时势变迁。啊，不过我会认为，这咱嘛爱应用，嘛爱对时代行。因为这就是世界的潮流嘛，已经咧温室效应啊，啊，咱要安怎配合政府提高这个好的空气品质。啊，不过亡魂。伊去到遐嘛，爱有一个拘留之所，这就是中央之道啊。啊嘛是爱向这个所在来做变化。对。要安尼，我想要搁再请教老师吼，咱通常做这灵厝吼，就是迄个灵厝，咱会配使用人吼，和迄个往生者嘛。通常爱配几个啊？我拢会配，爱算对的啦。算对的吼。哦。那以前我雇的就是拢3对啊，3男3女。3男3女。因为安尼男同女别，要车家较袂分东派。啊，好野人会当叫较济无？哎呦，啊，所以钱爱付较济尔。加料不加价。哦，加料加价就对，所以就当然就是讲，迄是基本配备，就是爱有这个男同女别甲斗相共对啊吼。因为其实自头至尾吼，我拢一直叫吴老师道长吼，所以像老师你就是另外一个身份，你就是一个道长嘛。我想要好奇请教一下，讲你是安怎踏入去这个学法的这个过程？其实我的母句就是咱要讲的金鼎有大学士，应该。包括李鸿茂教授嘛，对伊做尊敬啊，所以院士伊嘛安尼讲，因为我的规定院士上清楚，因为为道长拢爱爬倒堆，啊，我是民国87年，64代天师陈元先天师给我初造，啊，2008就是民国97年，农历8月2日，天师给我升职。离天师府的总师，所以爬倒水是讲我证明我有迄个能力要做大法师。天师你得给我看我有迄个价无？我会特别
是天师文静你要来天师府，短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是伊最后要飞升定真的最后一个大法师。伊所付我的责任，我一定要完成。这张相片就是伫咧南昆新后壁的凌霄宝殿，对不？老师，你通介绍讲，你迄个时阵，你通常是咪逐个月拢会出现伫遮？正月7、8、9是拜道，我会出现伫遐。每一个月15、8点半到11点半，我会出现伫遮。7月无，因为7月遐就无兴课。12月来社顶、社道、社太岁。安尼请教道长吼，就讲真做一个道长啦，就是讲吼，等于讲你是替神明服务吼，就是讲咱一般比如讲像我是信徒，我无法度就是讲透过科技，甲我就是解破我可能我碰到我就是种种的这厄运还是灾厄，需要一个神职人员来甲咱斗相共。当然啦，即马现代社会吼，真济比如讲神职人员会上节目啊，讲一寡有诶无诶啊，吼，讲一寡爱注意诶啥物物件。当然嘛有一寡就是神职人员。伊生活是过了是清差是真歹啦，当然所以真侪人会对住讲，一个神职人员伊的基本要求是啥？大家其实拢有一个问号或一个问号。想要请教道长吼，就你本身啊学法的人吼，一个道长，在这学的过程当中，你敢有爱经受什么款的概论无？自己就是上大的敌人。这个敌人你无法度甲克己。你要安怎替亡魂超度？你要安怎制生度死？你若无有内涵，你无修养，你无文章，你无格，你仰上帝，要安怎会当造字？伊要安怎采纳你的标文？这是我对个人神职人员，就是一定要谨慎，因为你选择这个事业，这个事业哦，唔是职业哦，职业是趁钱。事业是志业，这是你选择的，所以你爱克己。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要求。要继续请教就是咱的道长啊，就是讲吼，在咱普道场遮拄在迄个护法神，咱有讲到，在迄个普道场的时阵吼，拄了招面大师吼，有迄个观音哦，迄个佛祖山吼，就是做迄佛祖的所在吼。以外呢，以后若是我忘记啊。你咧做法会的时阵，还是讲吼，你会遐行行顺顺咧做遐法会的时阵吼，阮遮的人吼是要去食谱的时阵，拢爱先去迄个，像我啦，我有迄个研究所毕业，我应该去翰林院才对啦，吼。这个另外一个是当归所，对无？另外一个叫做蓝色，南东路色，南东路色就是一个是蜥蜴的所在。为什么会有这款设备出现？其实教我可能爱甲你。你唔要烦恼，你袂去啊？为什么？安尼讲诶，因为迄叫普渡吼，叫做普渡幽灵无数男女高魂地必定上。幽灵，无人奉事诶。所以你唔要烦恼，你袂去啊。所以幽灵无数男女高魂地必就是泡落水诶，顶上。也是因为无人奉事诶，伊有一寡文官嘛，靠文职诶，所以就翰林院。翰林话叫翰林所，南同路社迄个是较平凡的，平凡的，伊就南同路社，叫翰林所，翰林所，这是翰林院，翰林院，所以有南同路社迄个咧沐浴，因爱所以会烧经衣，烧经衣就是互伊换衫裤，起来食才会好料的，所以迄毋是一般人个当去，迄是无人奉事的。无主高魂。对，幽灵无数。安尼我想要再请教一个老师，就是讲吼，在这个台湾迄款宗教艺品有当时啊伊需要足济大量的，比如讲王爷公伊要来做王朝的时阵王船将军府。将军府伊有下面有足侪部长，比如讲王船顶头有足侪水手的，水手大拢生做一模一样的时阵，因拢共一个面，共一个面膜的时阵，真侪迄个面膜，我相信应该是去炖出来，去炖出来啦。老师你是自你本身你来看来讲这大量制作的这款情形应该是应该拢是用手做才对啦伊只有一个这个头头。秃头，古早，讲40几当前，我跟我阿舅做王船，迄阵会用秃头安尼，迄
迄阵无咧用塑胶头，塑胶头是到尾啊演变迄种迄个大量啊，所以这一粒土豆顶会当买100粒的塑胶头。哦，啊，莫讲遐济啊，一粒反正买10粒。所以为了要降低成本，啊，毋过来就是提供土豆的愈来愈少。哦，所以这嘛是真不得已啊，真不得已。对。那当然啊，咱台湾的现代工业啊，伫咧发展的过程当中，敢有碰到什么款的困难？面对着社会款的变迁，咱这个古早的工业，敢有什么款的突破加文创的这个机会来出现呢？咱需要休困一个，客厅继续来讲。头拄则讲到这个传统工艺古早，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又究竟会有什么款无共款的出路呢？今日请教到咱的吴老师，就是讲，除了做这个一般咱传统迄款宗教用的这个古早的艺品以外，老师你敢有做其他无共款的迄个古早的迄个工艺哦？有，是不是今仔早来就食的？对。嘿，你看的这边这麒麟鹿，麒麟鹿，麒麟鹿，长颈鹿叫麒麟鹿，对。这是虎牙，虎牙，这是相思塞，相思，这是郑龙老师教的李公，这我手中摕这如意，这拢古早的，所以这你无甲变生活上的你无法度通去创造，进传统工艺的这个特殊性。因为老师像迄种虎牙，听讲迄个足18个对不？啊，这听讲嘛是真重的对啊。这阵虎牙真正有来历的哦。因为这虎牙的特殊是用伊的骨架是用德米亚，抓链钉，一般咧用的这叫做抓钉，这是玻璃抓，所以这阵虎牙全部的骨架拢用德米亚。一支破开，抓链钉一条一条锁开拔开，完全无塑胶纤维，什么拢无，打米啊，旋抓的抓链钉，土抓交特别的料膏，做开，差不多30人定，有以上无以下，所以用手甲蒸，你手会甜，毋是伊会甜。所以伊这是18个，空心的，在北的哦。不过伊北岛是东瓜壳内底是有稳重，有空啦。原来是安尼啊！所以老师这是你的作品了对啊？听讲这是有伊的背后意涵对啊？因为这在文主处，台南市文主处，伊对真疼惜，多一案要拍纪录片，纪录片要拍纪录片的正亲是咩？我心内想是要用我老师教我的，用铁线就是安线，用抓链钉的方式，也是要用德米啊，恢复古早的工法。我迄面，迄面梦模顶，我要做德米啊。虽然老师教我用这铁线来做骨架，我挑战用德米啊做骨架。佮甲老师教我迄阵伊咧弹抓钉方式，嘛运用认真。即阵特别咧做的当中，拄好我结婚32周年的时阵，所以我甲阮的老板，就是我的夫人，我有一项迄个32周年的结婚纪念品要互你这外口嘛无当买，不过我会甲做出来。我有甲号名，叫实德。老实的实，道德的德。后壁有2字本心，我的本心留伫遮。这阵是高做工的，所以甲精是精我，所以这我的想法是讲，伊对我32档，我用我的功夫，用我的本心，永远实实在在，甲做好，甲这个传统工艺做好。你对我袂失礼你，一定会更加拍拼。
对，要本着这个初心的这个概念嘛。要讲到这个初心的概念，要来问正宏吼，你当初是你来甲咱的吴老师学这个古纸的工艺，边啊这个李鱼公就是你的作品了，对无？你迄个时阵你若想要来先做这个李鱼公？这早进前个新化老师已经做李鱼公啊，所以我有甲老师就是提过，就是讲，可会当老师来开一个李鱼公的课，嘿，互大家来参与安尼，嘿。所以迄个时阵是有开一个课程，是大家人做伙来学了对啊。对。哦，呀，老师你看伊这作品做了啥款？我讲你讲，其实拢话讲啊，你伊是阮真的学生，讲伊毋是我学生，伊是拢是我老师。安怎讲？因为吼，恁拄这看你讲伊的作品吼，伊的作品比我较重要。这毋是我凊彩讲讲。我为什么讲因是保存者的保存者？伊毋是我学生，啊，不过因是我的研习生。阮做伙研习，阮是平起平坐。哦，所以本来是我要叫伊在遮，哦，这是我的意思。我包括伫这美学堂，我咧教因咧研习，我是坐伫边啊，我毋是教伫中诶，我是教因做伙。所以我足寄望因遮的传承者，每一个哦，拢变传承者，甚至是保存者的保存者。我真要做的是要做3年来。为什么我做保存者？为什么爱保存？因惊这个工艺去无去啊。所以我要紧爱甲教落去。啊，互因激出，互因比我较敖。啊，大家若拢比我较敖，我真要教100个嘛。大家拢比我较敖，啊，这个工艺就有保存的意义嘛。所以因是我的老师，甚至因比我较杰出。所以这是我对传统艺术成就因，毋是成就我，成就因对历史有交代。因咱来世间一世，有可能明日咱若50年后100年。好家在迄阵我有教啦，这工艺灭无去，啊别人有教无教咱毋知，啊好家在我有教了，因佫传落去，我甲因讲，你毋通打做讲哇我会上敖，爱做别人比咱较敖，啊毋过咱不断爱精进，啊大家毋是小饼，大家体系古经，安尼就堆叠起来啊，所以我讲初学堆叠。成就圆满，这就变一个大循环，啊，就发展兴隆，啊，所以保存因，啊，成就因，啊，就是成就咱的传统工艺古纸，这是我上大的寄望。过来就是讲，我简单甲因讲，咱甲功夫练好，甲这个拢背心中，心中有形，眼中无图，去到美国，去到法国，去到英国，咱甲材料摕出，工具摕出去，现场毋是表演，互人看讲中原文化、台湾文化伫400当古纸艺术伫台湾有啥物化学变化，咱证明互世界看。所以我拢甲因讲，认同自己，走向国际，这是我的寄望。对。也亲像咱的吴老师吼，咱的吴道长所讲的，咱望咱台湾文化吼，会当徛台湾看世界，将咱台湾的工艺也好，甚至是这古早的工艺吼，会当甲伊传承落去。伫咧庙口有香的香，有竹仔香，也有古早的香，将这物件加上咱大家望，老师甲伊拍拼做传承落去，有望，互咱的古早工艺代代有后人。今日非常感谢2位老师呢来到现场，甲咱分享遐尼济，邀请的观众朋友呢，阵啊去到庙口的所在，也就爱斟酌看，其实有真济精彩工艺品，就伫咱的身躯边哦。有关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大家偏无走，一定爱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多谢老师，感谢，今日精彩。